馬鈴薯咧批皮，有咧取餅車 pan 就 OK 啊，有洋葱就識取餅車絲啊，求其得噶啦。綜合咗有橄欖油，全部嘢抌進去，薯仔也是龍河類啊，你們橄欖油可以多一點啊，半煎炸咁樣啊。有溫生薑不知咧，然後中途拌它一下咧，炸大概15分鐘。這個煮法是比較現代的西班牙蛋餅的煮法來的，保證好吃，會流心的。等一下，如果你們懶惰不想用薯仔咧，就用薯 pan，但是咧就比較貴。再炸咧，打個蛋手打蛋落去。哇嗱，你睇咧嗱，洋葱煨加咗馬鈴薯咧，一撳落去就爛掉啦，完成。嗱，趁熱嘅時候咧，直接hö過去蛋那邊有一點點油咧，沒關係，加點鹽吧，把它攪勻咧，稍微打爛啲薯仔，然後就這樣翻炸15分鐘。喂，看唔看得到？喂，咁樣結結地完美啊！你們用剛剛炸嘅同一個鍋咧也 OK，然後咧加一點剛剛一些油啊，鍋子咧最好有一點點厚度的，開個小火，倒下去。稍微鋪平它們，可以這樣轉一轉去防止它粘啊。看到它有點定型咧，就翻它。鍋底咧再加一點點橄欖油，然後咧把它倒回去，然後這些邊邊咧把它塞回去就 OK 啊。轉咧弄圓它，哇！你看完美金黃色，係啦，按下去咧還有些微微彈，但是不要太硬咧，就代表流心啊。切一塊，你們看一下流心啊！來攞個靚靚啲，喂，完美流心啊！我喜歡加一點點魚落去，喂，完美。喂，不用解釋，你們自己看，喂，流心成這樣，喂，完美啊！我平常咧最後咧是好吃到暈倒，不是難吃到暈倒，你們不要誤會啊！試一下。